另外，有风声，咱国军汉光39号演习，这届的演练，今年演练内底会有空中安全防盗，也有铁路局、铁路民众，也毋过国防部拢已经对外否认。另外，美军的军火商代表团伫今仔日会来到咱台湾访问，或者是表示有可能会直接武器的制造、技术转移、挂包这代志。而且这届在访问团内底嘛有 AIT， 政治的意义真大。国军在第一宜兰海沙堡展开2车部队，登陆7项训练，都是要针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红色海沙堡严正反登陆防务，强化反击的能力。不过有风声讲，国军年度重大演训汉光39号演习，会以美国想的头一届开设空中安全走廊、甲铁桥等等的项目，国防部是随出来背回。报载其他国家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，并不符演练的科目内涵，相关内容并非事实。因应解放军的威胁，美台持续强化军事合作。25间美国国防承包商组的代表团初日会访问台湾，包括美国2大军工大公司瑞信技术、洛克希德马丁，甲专精红外线这项技术的 FLIR 系统公司，甲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相关的2控数据计划研究所，拢会派人来 ，AIT 嘛会做伙来。学者分析，美国嘛面临欠工，因来台湾访问有机会会当讨论军工技术转移，或者是外包供应链，而且 AIT 随团来嘛是一个突破。美国行政部门同意，包括国防部、国务院等等，才能够这么大规模的来哦。我觉得当然是有它的政治上的意义在里面，所以 AIT 也能够就来协助他们。不过，空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-16B 的战机，这个航用专案，原在今年初头一批会交货，不过到达也是无影者，佮传出要延到2025年。面对台海局势紧张，恐惊增加咱国空防压力。F-16B 呢，可以部分的有效的克制中国的歼20逆中战机的威胁。空军表示，美国当地积极处理出厂，甲交货时间。目前专案也是按原计划2026年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